台南第一间艺术电影院真善美戏院业者昨宣布8月要停止营业，主要原因是这景气不好，加上疫情冲击。这消息一出来，民众也拢真唔甘，要用行动来鼓励因继续营业。文化局也讲，目前因当咧清点内部各单位的放送机制，未来也会提供民众看艺文电影的管道。 戏院外口侪人排队买票，通准备入去看电影。来人平因过加真济，无人参戏院翕相做纪念。民众拢是听到戏院要停业的消息，用实际行动来表达支持。2018年开幕的精神美戏院已经经营6档，业者初一入年初向普遍，公告8月初要停止营业。附近业者讲，进前者真闹热，即阵来遮的人参因过比剩2成。即摆开村头骹啊，甲地下室2楼电影院有营业尔，剩咧楼顶拢无啊啦。啊是安怎才会变甲遮稀微哈？啊，都无人去出入吧？安怎讲？无人去出入，就歹停车。要结束营业，感觉非常可惜，因为唔知影了后要去对于看这个非主流的电影。台南精神美戏院这个点是日本时代真出名，经古早戏院的古迹。 正后改名做延平戏院继续经营，早前者嘛捌正做商业大楼。2015年为业者开1.2亿，重新征收。6档前精美戏院正筑是台南头一间艺术电影院，也毋过受到前几档疫情影响，再加上串联媒体即阵当兴，致使实体电影院面对营运的压力。戏院经理指出，捌有一天无到10个人起来，有那种比较温馨的感觉。那事实上我发现。 在初期真的有做到，原因是因为中间我们大家遇到了疫情，其实疫情对于营运上面有很大的一个影响，也觉得不胜唏嘘。但是我希望事情是不是还有转圜的余地，还是希望说市民朋友们多去真善美看看电影。 目前台南当中有13间戏院，那精神美戏院、宝记轮片的专美戏院，也同款真歹经营。文化局指出，因当咧规划整合台南图书馆、文化中心等所在的播送机制，通继续提供给民众观赏艺文电影的管道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